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所看的这个经节是马太福音，咱对第9节开始读到13节，但是唔知咱敢会记住。马太福音的第9章的第1节是对一个故事。这伫咱8月份的第1礼拜，其实咱用的经节就是这个。第9章第1节，伫遐伊是耶稣医好一个变碎的，然后倒伫铺仔内底对厝顶垂落来，敢会记住？真的吗？我拢袂记住啦，恁会记住？然后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共款是马太福音，咱是对第9章，第9章第9节到13节。伫即个中间有2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呼召马太，但是即个马太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即个马太是一个什么款的人？是安那耶稣来，伊是讲我要呼召，我毋是来要呼召义人，是要来呼召罪人。是安那耶稣会用即种的话来讲，到底耶稣或是圣经内底所讲的罪人甲义人？有啥物无共？若是咱的汉语本的圣经，咱写的是罪人；若是和合本的圣经写的是啥？和合本的圣经写的是罪人，汉语本的圣经写的是歹人。但是即个歹人，伊所讲的意思到底是啥？甲咱想的歹人有共款吗？若是伫耶稣的时代，咱会当真容易看见。耶稣伊甲当初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也是利未人、经学士、大祭司，伫迄个中间有真侪冲突，有真侪立场无共款的。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节就是，但是伫即个中间，到底伊所讲的罪人，也是讲咱和合本写罪人，若是汉语本的圣经写歹人，即个歹人所讲的歹人，到底是甚物人叫做歹人？严格来讲，若是伫圣经咱所读的，伊遮所讲到的歹人，也是罪人，伊讲的是指你袂当，也是你无愿意遵守奉献甲洁净律法的犹太人。意思就是，咱正所读的即个圣经内底，罪人甲歹人，敢有适用伫当初时的罗马帝国的罗马人？敢有？无，事实上是无，这是用狭义的，真狭义来讲。所以伫遮所讲的罪人甲歹人，所讲的是甚物款的罪人甲歹人？是无下犹太律法，以及无下犹太人的道德观。所以即个物件甲世界敢有关系？无关系，因为遮所讲的罪人甲歹人。有真侪是受到宗教甲文化的影响，然后伫遮所讲的义人是，迄个广义的歹人是啥物？广义的歹人是道德的败坏者。比如讲，伫圣经内底看到讲行奸淫的查某人，但是即点是真有问题哦，因为圣经内底你敢会看到行奸淫的查某人。但是你真困难去看到行奸淫的查甫人是安怎？因为当初时查甫人甲查某人的地位无共款，所以有一个笑话安尼讲：翁仔某2个冤家，翁婿就甲因某讲：你当去看旧约，看旧约是安怎写？结果太太甲应啥呢？讲，所以我拢读新约啊，我需要注耶稣。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因为伫旧约、甲新约、甲现在，对犯罪人，咱正所讲的拢是道德甲宗教。咱正所讲的毋是律法。若是圣经内底耶稣或是法利赛人，大部分因咧讲的律法，因咧讲的毋是罗马法，因咧讲的律法是甚物律法？是犹太人的律法。迄个犹太人的律法是对文化来。所以伫遮，若是歹人，伊的讲义另外一个就是叫外邦人，因为遮的外邦人
无守犹太人的律法，啊，搁有一种人叫做歹人甲罪人，就是抽象的、琐碎的。啊，什么人就是这种身份？马太。今仔日咱所讲的这个马太，耶稣呼召的马太，伊就是属伫这个罪人甲歹人内底，啊，足趣味哦。尤其是收税抽象的，因伫过去拢是直接讲罪人甲抽象的，意思就是即种职务、即种工课的人，因的地位是甲罪人平等的。这是咱所读圣经的环境。但是什么会叫做义人？什么会叫做义人？义人伊所讲的，伫协议的意思内底是讲，你有遵守奉献，一定要奉献哦，一定要奉献，爱献祭哦。遮讲的奉献是包括奉献金钱甲献祭。犹太人一年爱献5种祭，就是爱有即种的奉献。啊，另外一个就是洁净律法的犹太人，所以即种的人叫做义人，叫做义人。有洁净的人，有洁净的犹太人，叫做义人。啊，所以你若要伫即种的想法内底成做一个义人，第一个你爱先成做犹太人。所以你要成做犹太人，你爱做2项代志。第一项代志是行割礼，第二项是爱守安息日。所以伊的意思就是伫遮，守安息日就是爱有洁净律法的犹太人。当你有行割礼，当你有守安息日，你才会当叫做犹太人。然后你才来遵守这个物件，你就会当成做法利赛人眼中所讲的义人。今仔日若是用即种的标准来看你甲我，包括现在的牧师，无一个人是义人。因为第一个，我毋是犹太人；第二个，我也无行割礼嘛，无守安息日。啊，我无，大概恁可能也无啊，所以咱若伫即个标准内底，咱拢无机会。安尼咱来要创啥？咱伫遮要创啥？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义人的讲义的意义是啥物？是道德的拥护者，道德的拥护者哦。第二个是伊也是犹太人。第三个上界特别的就是受压制甲达得同情的，这要诚做义人。尤其是伫圣经内底，遮个人要诚做义人。谈多伫咱所读的启应内底，咱的启应有讲到几福？8福。8福咧讲啥？什么款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属伊的，还是有福气？安怎有8种福气？耶稣所讲的8福。就是亲像伫遮个所在，受压榨甲达得同情的。但是耶稣所讲的口气非常特别，伊毋是甲你讲，你若安尼做，你后摆就会得到福气。伊是甲你讲，你若是即种人，你就得到福气。伊所讲的是啥物？咱先从即个保留，咱搁后壁来看。咱今仔日所看的主角之一，抽象的马太。这个马太真特别，这个马太毋是一般抽象者。咱敢有人会记得咱新约4福音书内底第一本是啥物福音？什么人？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甲这个马太敢有同一个？应该有。应该是共一个，啊是安那毋敢讲一定是，因为足侪物件咱毋知，咱毋知比知啊，比知较济。所以咱马太福音内底马太所讲的迄个人，应该就是即个耶稣的学生马太。然后即个学生是耶稣所呼召的，伊的工作是啥物？扣税。然后即个人伫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文书法利赛人文书，也是祭司的面前，即个人是罪人，即个人毋是义人。但是伫即个中间真趣味，你若去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内底记载着即个马太，
其实伊讲伊的名叫啥？伊叫做亚勒菲的儿子利位。共一个人是安那两种名，利未、马太，就拢共一个人，只不过马太伊是即个名是希腊文，即个利未是希伯来文，所以伫两个中间有一个差别。即个马太伊真趣味，伊是做大官的。伊是伫希律王安提帕下底来做税务官，意思就是讲，伊毋是迄款足细的官，其实伊内底伊下底吼有足济管足济扣税啦，伊毋免家己去扣啦，只不过毋知是安怎。迄阵耶稣经过时，马太拄好坐哩啊，拄好坐哩啊。伊的办公的所在应该是甲壁咯，迄嘛是耶稣常常去的所在。即个马太，伊毋是一般的官，其实伊讲起来算是伫罗马政府下底的大官。伊是一个大官，所以当耶稣甲伊讲要来恁兜食饭的时，伊全招真侪人。路加福音伫遮特别描写，伊讲伊伫因兜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所以伊为着耶稣呼召伊做学生。伊转伫因兜招足侪人来，做伙伫遐来欢喜快乐，都、是因为伊所做的遮个动作，所以互法利赛人真无欢喜。伊无欢喜啥物？伊无欢喜讲是安那恁遐个老师拢去甲遐个罪人同齐。哇其实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期待真大哦。耶稣法利赛人知影耶稣是律比，即个律比对对人，这咱以前讲到的是应该捌提过。耶稣的工作是啥物？木匠做肉的。你若是伫中央内底，所有的宗教道德上界悬的，就是祭司大祭司、祭司有文士、法利赛人安尼一直落来。但是祭司、大祭司也是文士、法利赛人无遮尔济，所以每一个地方因有因家己会当来教示人，会当来教伫会堂内底教训人的，迄个人是啥物人？迄个人是目镜。所以耶稣伫当初时，伊所有的伫民间的地位，其实是真悬。耶稣有读册，所以伊平常时伊8岁进前伫地方，伊就已经读圣经。所以当伊去到殿内底时，圣殿内底时，伊会当一直甲人安那辩论。耶稣嘛是人，伊所知的，伊所捌的，除去上帝启示以外，其实嘛真济经过人应该有的过程，伊有读着。所以伊伫地方的时，伊就会当读，因为伊是律比，因为伊的职业是目镜，因为目镜的职业伫当初时。地方上算是有记忆的功能，甲现在同款。今仔日一个先进国家的社会，一个有记忆的工人，伊的工资绝对无输一个大学教授。这就是当初时耶稣时代的社会背景。但是问题出伫佗？问题出伫即个地方的律比，来到伫法利赛人的面前，其实法利赛人是真期待，想讲哎哟，有一个地方的律比要来，迄个律比真厉害，所以真期待会当甲因有真好的交接。至少嘛，互阮遮的法利赛人来为着耶稣你的来，替你摆一道请你，结果无拍算。耶稣敢有去找法利赛人？无，耶稣去找啥物人？既然去找马太，耶稣既然阮伫遮穿西装等你，所有的人拢伫遮欢喜你要来，听讲你伫地方上非常有气力，你伫地方上真有高人的行，所以想讲阮遮中央的吼，若等甲你来是要来甲你欢迎，结果无想着讲你来无来甲阮拜码头，
你既然先去找迄个扣税马台，佮收伊做学生，啊，你收伊做学生吼，涂掉马台，你收伊做学生，安尼已经足过分啊呢。你敢毋知影？你收的迄个学生，伫咱的圣经内底排名是排啥？排伫罪人的中间。你收的学生是罪人，啊，你若甲罪人做伙坐，做伙食饭吼，你就无清气。啊，你若无清气了后吼，你就袂当守安息日，你就袂当入圣殿，所有洁净的礼，你拢违背。所以，这法利赛人非常无欢喜，耶稣是安怎去找马太，然后你搁去甲马太的朋友做伙食饭，因为马太为着耶稣的来，招伊的朋友伫厝里摆一桌，所以马太甲马太的朋友真欢喜，但是这法利赛人无欢喜，因为因无甲伊食饭，耶稣无甲法利赛人食饭，安尼你就知影，伫迄当初时。耶稣有偌尼伤法利赛人的心，你对法利赛人来讲，伊是真期待耶稣你若来，甲阮做伙，甲阮欢喜，咱做伙来讨论律法，讨论圣经，然后将你对上帝迄个所在所得到的启示，你嘛甲阮讲，互阮会当搁较有权柄来教示人。我想。法利赛人后来是安怎会对耶稣遮尔生气？是安怎对耶稣遮尔无了解？原因在伫遮。有一个希腊的神话叫做薛西佛斯的神话。这个薛西佛斯是一个神，希腊的神真济啊，非常济。啊，我真简单讲。伊做毋着代志，所以去互处罚。啊，处罚了，就是去互拍落，啊，爱伫迄个山坪，啊去塞一粒石头。伊就逐工吼，将即个石头安尼练，啊练去到山顶。啊练去到山顶了吼，即个石头会安怎？搁练落来，搁练落来，石头搁练落来。所以即个薛西佛斯吼，就爱对山顶行落来。然后，佮甲即粒石头继续佮练起，啊，因为伊是神，所以伊袂死，所以伊永远做即个工课。即个薛西佛斯的神话，其实有真侪人引用，啊，每一个人引用拢引用伊爱讲的部分。所以你若有兴趣，你家己看即个神话。但是我伫即个中间要引用一部分，就是。有人用薛西佛斯这个神话的故事来譬如一个人伫世间上，伊所行的无目的，因为伊所做的是啥物？伊就是每一工担伊的担担，将迄粒石头对山骹练去到山顶，然后练去到山顶有透房吗？有，暂时透房。当石头练落来时，伊暂时透房，然后对山顶行落来，轻松。行落来了，伊还阁去做第二摆，阁将即粒石头继续阁撒去到山顶。然后撒去到山顶的时，伊知影我可能会当休困一下啊，因为即粒石头练落来了后，我爱阁行落来，继续承担即种的苦难。然后将即粒石头搁撒去到山顶。但是当人有迄个心内已经知影讲，我甲即粒石头撒去到山顶的时，毋是我苦难的结束，是准备要迎接我另外一个苦难的开始。所以人伫迄个中间非常着我。亲爱的兄弟，毋知咱的生活敢有安尼？我想应该是无。看伫即个加拿大，我来遮拄好满2冬。我毋知影这对你意义是啥？对我的意义拄好亲像薛西佛斯的神话同款，满2冬。旧年满1冬的时，我心内嘛安尼想，浸满2冬，啊过来爱想啥？想啥？啊过毋爱当时要满3冬。但是迄个重担到底是重担？
也是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真侪时，咱伫生活顶悬所看到的是，咱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来承受一个无五望的代志。所以今仔日人存在伫世间，到底有啥物款的目的？伊有啥物正面的目的？伫即个薛西弗斯的神话内底，伊讲起一项，伊讲，即个薛西弗斯，伊是安怎会一直定拿来做遮个工课，就是因为伊对其他的神的藐视，伊足自大，伊是一个足骄傲的人，然后伊痛恨死，所以伊袂死。因为伊是神，他死不了啊。假使死是人一世人的解脱，伊无法度死，所以迄是伊上界痛苦的，表示迄粒石头的重担无停的死。第三个，伊是安怎无死？因为伊对性命还阁有热情。其实伊会去用受法，就是因为伊对天顶走落来到地面啊，去看到地面的迄个生活非常好，伊全无爱转。伊因为无爱转去，所以伊去用法。所以伊看到的是啥？伊是看到伫地面上的欢喜甲快乐。亲爱兄弟，注意哦，薛西弗斯所看到的是伫地面上的欢喜甲快乐，所以伊无想要转去。然后第四个，伊存在的目的是啥物？是伊爱一直反复做即个杀石头的动作，然后伫即个中间，互人看见。一个人存在的目的，无比反复多劳、做无五望的劳动，搁较互人惊吓的生活。我想人伫迄个中间会惊吓，讲我所付出以及我的艰苦无停的时，互我伫迄个中间找无人要继续活落去存在意义。有一出日本的应该是偶像剧迄种的伊的名一出电影，这应该是这出是电影，伊叫做《超限定能力》。即个超限定能力足趣味，伊讲这出电影是毋是足有水准的电影，因为真侪人拢想爱期待会当脱离伊伫生活顶悬的苦难。所以会出现所谓 Superman、Superhero， 迄啥物意思？就是当人无法度面对家己的困难的时，伫咱的想象内底会走出一个 Superman， 所以迄个 Superman 会当来解救我。所以有真侪人当伫生活的艰苦的中间找无方向的时，会有真侪的想象。但是这出电影伊足特别，就是伊的想象，伊所得到的迄个超能力，实在是有够弱的啦。咱是毋是内底有人看过？所以一直咧笑。即个超能力足好耍。伊讲即个人即个主角，伊是一个要伫日本要考大学，一直考袂到，所以伊伫个生活顶悬有真侪不如意，真艰苦。伊逐工拢爱坐迄个电车，坐车去迄个。去补习去上课结果伊伫迄个上课的过程就是因为日本的电车人足侪定定拢找无位伊拢已经有够忝足想要找一个位会当坐落来休困一下，但是无法度。若一个位出来就去互抢，所以伊就心内咧想讲我若会当知影啥物人等一下要落车，我来伊边仔徛等伊落车，我就有位人坐，安尼毋知无偌好。结果有一日，伊转伫迄个中间，看到有人去欺负一个查囡仔，迄个查囡仔应该就是即个查囡仔，即两个应该有共款然后欺负即个查囡仔，伊转为着即个查囡仔来甲伊出声，来甲伊赞声，转去用拍，拍一个滑倒头壳去弄着，这电影拢安尼演嘛你若是去互迄个蜘蛛夹着，你就有蜘蛛的超能力。即个就是去用 A 一个转去互迄个车弄迄个车厢的迄个栏杆弄着，弄一个头壳转戆去，结果戆去了伊转向发现讲奇怪，我较会看车顶的人拢无共款，
有啥物无共款？伊看到车顶的人头壳顶有一个字出来，即个字出来，啊，即个字吼是车站的名，车站的名，意思就是吼，即个人要坐车到迄个车站要落车。你敢捌看过遮尔老的迄个剧情片？真正是有够老的啦，但是趣味的伫后壁。所以伊看到车厢内底的人吼，头壳的迄个车站的名出来了吼，伊就开始知影讲，哇，即个人当要伫对落车，所以赶紧边仔等。啊，等伊徛起来时，伊就安那赶紧甲坐落，伊就为人坐。但是有一日，伊看到一个阿伯啊，徛伫迄个真侪人的中，但是每一个人的头壳顶吼，拢出现一个车站的名，敢若迄个阿伯无？迄个阿伯头壳顶无出现任何车站的名，伊就感觉足奇怪。我即个阿伯到底是坐车要坐迄堆啊？结果伊全看到伊讲车到站门开，即个阿伯顶悬无证明，然后车站的站名，然后伊就要落车。即个人全赶紧转对落，讲奇怪，啊你要即站落车，但是头壳顶较无看，别人拢有，敢若你无？伊就开始去找即个阿伯啊，你到底要行迄队？然后伫遐行无偌久，全约无到，全无去。过一下啊，全听到一个声对大楼顶全摔落来，砰！全自杀摔死。一看就是迄个阿伯。结果即个男主角，伊全发现一件代志，因为伊后来看到真侪人坐车，头壳顶无迄个车站的证，无迄个车站的名，所以伊发现一件代志，就是没有目的地的人，就是那些对生活已经失去信念的将死之人。一个人伫伊生命所行的路，若无目的地，你毋知影你要行去佗，你毋知影你要做啥物货，安尼表示你对你的生活已经失去信仰，你是迄个特别死的人。今仔日耶稣是安那会去找马太？因为伫迄段时代，有真侪人是伫宗教甲文化的压制下面，无法度逃跑。人是生活伫一个真痛苦、真艰难的环境，但是因的痛苦不只是犹太人去互罗马政府来统治，因上界大的痛苦是因为因的心无法度伫因的宗教顶悬有得到逃跑，因的宗教互因的只有搁较侪限制，宗教限制一个人的心。互伊伫伊生活的过程中间，找袂到一个会当继续行落去的目的，伊失去伊的信仰。所以耶稣伊用足奇怪，伫当初时足奇怪的口气，遐个人来讲，伊毋是甲当初时的人讲，你着爱做啥，然后互你成做一个义人，你爱做啥物货，通互你成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耶稣是直接甲因讲，恁着是迄个。要承接福气的人，你免阁做任何物件，你已经是啊！你是迄个上帝所疼，你是迄个上帝所耶稣为着你来手术，要互你伫地面上的日子，你着讨放的，你就是迄个受讨放的人，毋是因为你爱做啥物货，所以耶稣才会伫迄个中间伊讲，我意爱人民，无爱祭祀。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即句话是耶稣伫遐咧甲人讲，我毋是爱你，佮继续摕啥物羊、啥物粉鸟、啥物牛来献祭，互上帝欢喜。今仔日所爱做的物件，毋是互人认为你有互上帝欢喜，总是上帝是伫即个中间要通过主耶稣甲咱讲，你就是迄个上帝所疼的人。所以耶稣来，伊带来怜悯，
伊定心伫迄当初时的人的中间，甲伊讲：今仔日咱毋是为着宗教要互咱成做义人，咱毋是因为咱的文化互咱成做义人。今仔日是因为咱遮的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听。你无需要，这本来是应该是无共，毋是要甲你讲你应该安怎做，你会当得到上帝听，是要甲你讲，你就是上帝所听。所以耶稣伫遐所讲的是，我毋是要来钓义人，我是要来钓罪人。我是要来钓遐个心内痛苦、找无目的的人，所以我要甲恁讲，你毋免去找你的目的，你毋免去为着你头前的路伫遐咧烦恼，你毋免为着你要成做义人伫遐想讲，我过的婚教要安怎煮，要安怎献祭，要安怎互祭司欢喜。你所做的是需要甲你讲，你已经是上帝所听。有真侪人知影，我捌去有一站去到菲律宾。然后，伫菲律宾算讲是我人生内底一个真特别的过程。我常常拢会笑人讲，哇，有个人食海胆，哇，迄海胆伫菲律宾是散车人在食的。啊，有个人听过故事的头前，有个人听过故事的后壁。今仔日我要伫遮，甲咱来分享一个伫菲律宾所发生的故事。有一摆，我伫菲律宾的时，我住伫渔村的内底，甲迄个足善的人住做伙，所以我迄壁是迄落竹仔编的啊，用竹仔编的，啊边仔就是猪啊、鸡啊，搁一个啥？猪啊、鸡啊、狗啊，拢总伫遐。啊，即伫迄个竹坡的即边就是我住的所在，竹坡的即边就是迄落猪啊、鸡啊、甲狗啊，安尼当想象吼，迄是足善的人的。渔村的所在，啊，伫遐掠鱼的用的毋是迄落一只1、2千万的大船，用的是迄落足细只的，像竹排啊迄，啊用一个来就变过啊。有一摆，我伫黄昏的是暗时吼，已经日头要落山，啊，我住的所在到海边啊，敢若7步尔，差不多对遮到迄个壁遐，敢若安尼尔，对遮到迄个壁，所以只要一起风，迄雨水拢会喷入来，拢总会喷。啊，我常常咧顾迄个海边啊，我足爱游水，啊足爱迄个海。结果有一天看到厝边，住伫另外一边的厝边，因兜敢若3面墙，因兜敢若3面墙。啊，若正常吼，这厝应该爱4面墙对无？因兜敢若3面墙，因为因兜有一面的墙是挂伫好野人的厝边。伊借别人的墙做因兜的墙，所以因兜敢若3面墙。啊，因兜的迄个墙是比我住的迄还阁较歹，所以你对外口就会当看入去因兜内底。然后有一天，伊甲我讲，啊，我伫迄个海边啊，看到伊摕一个煤油灯，啊，然后伫遐行，伊嘛是掠鱼的。我想讲，啊，伊哪会遮晏，搁伫遐咧行，啊是咧巡啥货？结果伊就讲伊咧捡海胆。啊，对我的认知就是海胆，若日本人最爱食海胆，哦，迄个是真高级的料理，所以是伫咧海胆的饭吼，海胆来入去饭店馆啊，安怎搅吼，非常高贵的料理。啊，伊甲我讲伊要捡海胆，所以我听着讲伊要捡海胆，意思就是想讲啊，因兜今仔日要食好料的，要捡海胆。啊，伊就甲我，伊就笑笑啊，甲我讲，嘿，对，阮兜要食好料的。过无偌久。菲律宾人的厝吼，无通定定去啦。你无邀请伊吼，啊，伊无甲你邀请，你袂当去。你若去因兜门口拢袂使哦，因为因太善诶，太善良。迄是迄阵我住的所在，毋是真诶菲律宾啊。你嘛真出去看到菲律宾，拢共讲你足善诶啊。真诶菲律宾还是比台湾较好。啊，然后伫迄个中间，有一摆，伊阮邀请我去因兜。我感觉足奇怪哦！你邀请我去恁兜，安尼就是伊有甲我当做是家己人，所以我才会当去因兜。平常时你若看到因菲律宾人出来外口穿的衫拢是真舒适，但是入去到因兜，你才会发现，伊上界舒适的迄束衫，
就敢若迄输赢，掉伫边仔。然后伫厝内所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衫，迄入面吼，含我拢会歹势。迄衫破破烂烂到迄个程度，我真歹想象，若毋是我亲目看见，我真歹想象有迄款的家庭，有迄款的环境。然后一摆熟，两摆熟，甲伊愈来愈熟了，我才知影讲，原来即个渔船比我想的还佫较善车。我住的迄间厝算是好野人的厝，我有善甲迄落去。后来我才知影，迄个男主人就是去捡海胆的迄个人，有3个囡仔，大汉的囡仔去做兵，因为若去做兵，就是有公家头路，水电免钱。第二个，大学毕业，大学第1名毕业，规个大学内底第1名毕业。啊，第3个囡仔，在读高中，啊，我甲问讲，啊，恁哥哥恁姐姐拢遮优秀，啊，你敢有要读册？你敢有要读大学？伊讲我无法度读大学，因为我无钱。啊，我问讲，啊，你读大学是爱偌济钱？因为迄阵，伫我伫遐的时，因读大学，迄个大学4年的学费，差不多台币15000啦。迄阵啊，是真。啊，伊讲伊无钱通读，所以伊高中毕业了，伊就爱去做工课。啊，因哥哥姐姐两个拢表现了足好。一直到我有一个机会，我有台湾的朋友来，啊，要伫遐学英语。我怎啊讲啊，我遐个朋友来需要学英语。第3个迄个叫做 Rosemary， 迄个上细汉的迄个，伊高中嘛拢第1名哦，但是伊无法度读大学，因为伊无钱。我讲你敢会当去我遐个台湾的朋友因兜甲伊洗衫，所以我会当付你偌济钱。然后你佫甲伊教英语，因为伊的英语足好，我佫付你偌济钱。啊，你甲遐个钱哦，拢总欠起来，互你后摆去考大学。毋免考啦，互你后摆去读大学，用遐个做你后摆的所费。然后就安尼，将近2年的时间，我无甲算。到尾脑中有偌济伫迄个中间，但是我知影就是，当我离开菲律宾的时，伊无去读大学，因为有其他的暗示，因为后来因哥哥结婚，因姐姐要结婚，所以第3个拢是去用牺牲，伊无去读册，伊敢若高中毕业，一直到最近，旧年，我伫 Facebook 顶管，即 Facebook 非常无共，我伫 Facebook 顶管。看到伊啊，我感觉足奇怪，哇！我足想以前伫菲律宾的人遐的朋友，但是我伫 Facebook 看到伊，但我看到伊，甲我会记起伊的名是无共款的。哦，看到迄个人甲伊的名，甲我印象中的是无共款的。我一直咧想讲，我是对毋对？我全甲问，全甲伊问，后来才知影，原来伊是用因查某囝的名在藏 Facebook 的名。所以伊抱的迄个囡仔是因查某囝，伊已经结婚啦。啊，有读大学无？我毋知影，但是我知影伊已经结婚啦。我通过迄个 Facebook 顶悬来看见，我看到伊真个生活是一个真有愿望、真有目的、真有目标。伊知影伊要安怎头前来继续行落。但是伫迄当时，我所看到因的时，是互我看到讲。哇！即家伙啊，无个人是过要安怎生活？后来才知影，因已经行过迄段伫海边啊捡海胆来做物件来食。原来因去捡海胆，毋是因为要来甲厝里加菜，原来伊要去捡海胆，是因为迄天下暗因兜无物件通食，只好去海里捡的。啊，海里捡的上简单捡的就是。海胆，对安尼，我开始改换我的观念。原来海胆是善车人在食的。我毋知影这对咱来讲的经验是啥物，因为我知影遮有真好、真新鲜的海胆。才有人伫即个中间愿意开足侪钱来买一个真大片、真大粒的海胆。但是对我来讲，我这长心学的遐。
原来捡起来海胆是因为因兜已经无物件通食。耶稣是安怎呼召马太？耶稣到底是来呼召罪人，还是来呼召义人？其实我想今仔日个重点，毋是罪人甲义人。伫一开始我已经讲啊，伫圣经内底，甲今仔日咱直接所讲的罪人甲义人，拢总是对犹太人的观点、宗教甲文化来定义你即个人是罪人还是义人。但是对我来讲，耶稣来真正所要呼召的是每一个人已经袂记即上帝听你的人。伊要来呼召什么人？伊来呼召马太，要甲伊提醒，毋是你爱做什么货，你爱献什么款的祭，毋是你爱定心行割礼、守安息日，然后你会当变做义人，毋是。是今仔日我来，就是要来呼召你即种人，因为你已经毋知，你已经袂记住，你已经互即个世间甲你教讲，你毋是上帝所听。所以今仔日我来，要定心甲你讲，你毋免做啥。你就已经是上帝所听。今仔日咱毋是要通过咱的行为，毋是要通过咱的献祭，毋是要通过咱的奉献，毋是要通过咱伫遮所服侍的来向上帝讲：上帝啊，我已经尽力做了真好啊，请你赏赐我。今仔日咱伫遮的奉献，咱伫遮的吟诗，咱伫遮的组织。咱为着某一个人所款的一个祭祀的物件，是因为咱感谢上帝伫我生命中的听，互我还阁有即个气力通去听人。今仔日毋是要甲你讲你爱安怎做，所以你会当得到上帝。今仔日是要甲你讲，你就是上帝所听。耶稣伫遮讲，我伊爱人民，无爱祭祀。因为伊毋是爱人安怎做会当得到上帝的听，伊是要人伫迄个中间定心去甲咱家己讲，我就是上帝所听，我是上帝的。毋通为着社会期待来活，爱为着上帝的听来活。当咱看见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是遐尼纯真。是遐尼古锥、遐尼可爱的时，咱来重新提醒咱家己，伫人甲人中间会当好势斗阵做伙，毋是因为咱拢符合即个社会期待。今仔日咱会当三甲做伙，是因为上帝听伫你我的心内，互咱的内底有一个要用听来三听的目标甲方向，所以我会继续。亲爱的兄弟，假使你若已经袂记一啦，定心家己讲，你是上帝所听，毋是你还阁欠做啥物货，毋是你阁需要做啥物货，毋是还阁有啥物物件，互你无够遐上帝无听你，毋是。今日咱人所拄着的困难，咱人所拄着的担当，毋是上帝白白伫遮来互咱的，但是当咱咧面对的时，咱家己讲。上帝要教咱三甲行，互咱伫所行的路里，重新去看到上帝的主爱甲怜悯，甲咱三甲做伙。无论你是92岁，还是2岁，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听阮，互阮伫阮生活所行的路里。虽然有真济，阮无法度对人讲起的担当，总是阮今仔日要邀请你进入阮的心。阮要互你重新看见阮的厝内有欠缺的所在，阮要互你重新看见阮的心内有真济破破烂烂、艰苦伤心，无法度向人来讲起，只有你会了解。主，我要伫即个中间重新向你来恳求，互阮搁一摆伫军队你的中间，重新互阮有自信、有信心讲，主啊，你的确听阮，直到阮世间的路会。主，互阮伫教会伫即个中间，阮三甲组织，毋是因为众人期待，
毋是因为社会期待，是因为伫即个中间，阮定心感受上帝的疼，伫阮的中间互相分享。主啊，愿你伫当初时怎样呼召马太，你也用同款的话来呼召阮一群人。你怎样互马太通甲伊的朋友三甲甲主耶稣欢喜快乐？主啊，互阮即群人也通互相欢喜快乐，搁有你的同在。主求你伫即个中间，加添阮的信心，加添阮开力，加添阮看见头前所要跑走的路，互阮搁一摆知，你听阮是无条件的。愿为你来献上感谢，求你赏赐你的疼，对阮上济岁长辈，一直到阮上细汉的囡仔，对阮做查甫人的，一直到查某人的时阵，互阮伫所有阮生活顶阮所拄着的一切，主啊，拢用你的疼来包容一切。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你无罪的名。啊。